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警察局长张英兴防野料。1年前，甲台北艋舺青山宫的主委，嘛是芳明馆的角头王清源，伫一间鱼翅店做伙食暗顿2点钟。同一岛的，还佫有议员、甲民政局长以及警界的高层。张英兴早起开记者会来背会，讲这摊是议员陈振中甲邀请的。事前唔知影王清源会来，大概是拄啊好拄着。伊事后冒向司长来报告。张英兴讲，其实2点钟的时间，伊坐无啥会调，所讲的内容拢是青山宫绕境治安的问题。讲2个人的对话无超过10句。张英兴讲，是因为礼貌，伊才无越头做伊走。青西庄白四节头庄，台北市警察局长张英兴为鱼翅店行出来，真代表艋舺芳明馆角头黄清源嘛才行出来，到底是安怎恢复法治？